朝一早到達香港仔富麗敦海洋公園酒店，新郎哥準備咗大大封嘅開門利是嚟接新娘子啦。男家女家都敬茶禮成啦，我哋而家準備出發去粉嶺觀中寺行禮啊！寶佛南來道眾盟，正路晏坐覺風生。大心力誓光台教，師範香江石德宏。香港觀中寺位於香港新界粉嶺置福圍12號，為香海正覺蓮社嘅附屬道場。喺1936年，天台宗第44代教官總持寶靜大師住石香江，於新界粉嶺結廬清修弘教，植根香江，種下甚深嘅法緣，亦都奠定咗香港觀中寺開山之基。喺1945年，香港重光，籌款重建正路，改為佛教寶功紀念堂，更因為紀念堂喺1980年完成擴建，咪正式就命名為香港觀中寺。喺2004年嘅2月，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批准，成為香港第一所可為佛教徒舉行合法婚禮嘅佛寺。喺2025年12月6日，我有幸到觀中寺觀禮，香港觀中寺嘅玉佛殿內外佈置雅潔，一場莊嚴而簡樸嘅佛教婚禮喺呢度舉行。一對佛教徒新人喺觀中寺方丈弘明大和尚嘅見證下喜結連理，共建佛化家庭。弘明大和尚喺為新人所作嘅開示中指出，佛教婚禮嘅核心在於簡約、莊嚴、環保同埋和諧。佢勉勵兩位新人喺今後嘅生活中，應以佛陀教誨為人生指南，秉持慈悲與智慧，明信因果，從善如流，彼此包容，相互學習。此外，佢仲希望新人對家庭同埋父母長輩盡責盡孝。觀中寺希望通過舉辦簡約、莊嚴、環保嘅佛教婚禮，接引有屬緣嘅佛子，建立正信嘅佛化家庭，以婚姻為道場，貢獻社會，視作落實大乘嘅精神，踐行佛法，利己利人，為社會注入和諧嘅正能量。祝願新人佛化家庭美滿幸福，菩提眷屬，和諧吉祥。